今下晡，台北市有发生一桩这公安事故，树林一带建安工地伫咧做地下室防水工程，几多名工人雄雄分去，这消防人员赶到现场，把7个人救出来送病院。消防人员是认为讲，这工地所使用的相关材料内面有丁醇、离甲苯这些物件，这拢是有毒的气体，加上现场无够通风，这害这工人输入到地就来分去。目前劳检处也介入调查，也先下令停工。刮风雨的面往排空气管，消防人员全副武装入去内面调查。消防车刚步到场，使用设备排烟。好几个都救护车去再走，起身是醒着，后来最后出来的是躺着都不动了。他们在铺这种地板，这种环氧树脂地板，那可能猜测可能是排气没做好吧。原来消防接到通报，讲这个建南工地有工人身体无爽快，遂出动去救援。救出来，这个伤患内面有5个，中时拢唔知人，甚至事故现场拢是大量有毒的气体。B1到 B3，它这个环氧树脂的这个浓度啊，都还是很高啊，所以我们现在持续做这个正压通风稀释当中。这个公安事故发生在台北市树林的树上路，消防初步调查，初一下晡1点外，工地当地做地下室地坪防水的工程，使用的相关膏料放出有害的气体，但是现场的通风真歹，才会来引起这个事故。有通风设备，但是可能不足，然后所以导致那个员工在地下室施作的时候，才施作2组而已，他就觉得人开始在晕了。工地用的这膏料都是宽用树胶，内面有掺丁醇、离甲苯这有机氧剂，使用上会有挥发气体产生。这规定有定空气浓度的上限，但是事故现场经过检测，浓度超标4倍。如果说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吸到大量的有机溶剂，有机溶剂都会有神经毒性，也可能会造成意识不清楚。雇主呢，他提报说安全的防护计划经过我们的审查，完成，确保劳工安全作业后，那我们才会同意他继续实施。今麦事故发生，劳检处派人到场，已经下令停工，卖调查业者施工敢有违反治安法，依法各项违失，上当会当罚30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